台南市基职博览会行起果，这高级大专校院斗阵排打，展示学生的学习成果，也有专业基价。根据这教育部统计，讲最近这10年来，读高职的人数一直在降。就教育团体建议讲，要让学生看到基职教育的发展性，提升吸引力。 学生海外做总铺师教班，冇人为过去体验做精油，叫人用上新的科技来设计多样，再个放起咖啡饼顶悬。台南市基职博览会二期起果，市府邀请高级大专院校斗阵来摆搭，展示学生的学习成果、参学校特色。高中会考结束，因要帮助学生来练捌各科系，帮助因找出家己的兴趣甲未来方向。学校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来体验这些。 不同学校的科系。我刚逛了一圈，我对那个餐饮比较有兴趣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做东西吃这样子。引进一些3D 的列印来，一些 AI 的一些那个设备，我们也结合就是养生，然后有做一些创意的，让学生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变化。这场博览会分做7大职类，包含商业、艺术、农业、工业等，借由饼过关的活动来让囡仔接触无同的课程。不过根据教育部统计，全台高级学生数逐年在减少，对103年度有49万人，到112年落甲剩29万人。有教育团体指出，除了受少子化影响，无可能是基职教育欠缺吸引力，致使学生选择意愿有较低。有些孩子可能都还在彷徨，那这时候你国中这边明确的一个适性的一个探讨，或者是的一个适性的一个发展。 发展它的一个潜能，再加上后端，你要让他了解各个不同的技职产业后续的一个发展，往产业界或者怎么样发展，包括家长也会比较有明确的一个方向，他可能才会有更大的吸引力啊。那台南市112年高中甲高职就学分布是一半一半。 教育局嘛讲，近来因积极向下定金推广基职教育，嘛强调升高中不是唯一的选择，基职嘛是一条出路。希望学生对细汉有机会接触不同的领域，嘛了解多元深刻的可能性，做出适合家己的选择。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。